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咱到嚟邊咧學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哋就先要介紹你啦。這個禮拜我哋話題就是破格，你可能咱講破格是係咩意思？咱佢嚟講就先，這禮拜要介紹我嘅特別嘉賓，我介紹包呢，大粒細粒。大粒細粒，我哋先介紹老椒先，我特別尊敬我哋嘅老人，先老椒。老椒阿龍歡迎 ，Hello，แล้วก็老椒我弟弟歡迎 Hello，老椒個杜八歡迎แล้วก็老嘅椒都對最近冇對來普吉碰爬歡迎 Hello， 大家好，今日破嘅淡薄。แล้วก็出你嗰時先椒嚟咩嚇？冇留住 Ken 是 Helen 是裝嚇？哆來咪，哦，對，都冇定大家好，歡迎哆來咪都冇，我不想笑，應該係未見到佢。我唔捌用小英嘅。哦，แล้วก็哆來咪咯，老椒本，แล้ว出你嗰時先椒嚟啊，出你個了，個了是我看到成個就不讀麥音聲，不讀麥音歡迎。Hello， 不讀麥音都知道咯，當見到有啲國考啊。我聽到大位 friend 講叫 hot pot，我們差唔多食了嘅對處。好不是，好不是咩？好不是隻螺啊？食螺啦。我看下，哇，個糯米啊，咩湯？呢是buffet螺。哦，แล้ว係咪糯米湯係咩味素？我諗叫一個現成嘅，แล้ว一個是唔知係咪樣 spicy 係咪鬼啊？麻辣，唔是麻辣咧，伊唔是 China 嘅branch 嚟，伊是佢哋 Japanese style 嘅，所以伊 spicy 有淡薄甜甜啊，可能啊。哦。collagen 咧，有 collagen 嘅加個小蘭條。等，看到你寫咩寫？健身凍骨素加 spicy 味噌。哦，跟住日本嚟嘅了，同卡祖嘅味噌。對，日本嚟嘅了。你 OK 不對啊？是唔是不對啊？是唔是攞除掉成日都介紹攞佢朋友嘅了？對，我除掉了，我介紹似咁樣，愛講大粒包，你看下頭我點啊？哎呀，我變咗大粒包呀！我去幫係 injection 性。誒，你咪是嘅你 collagen 咯，同卡祖嘅湯嘅包咪咯。誒，我俾咪你啦，不對嘛，用你是按照除掉，變咗見你你自己。我較早嘅時，我有看到佢哋 tag 啦，會記我較早嘅時，我阿龍嘅 program，佢哋 tag 嘅 program 了。嗱，只看咯，都係你嘛，只看咯。或者我，然後 after that 我就第單。會插小咯。after that 你就得咯。我 after that 時我到 Middle East 2年嘅時，我當然有看到佢哋 forum for Penang podcast Penang 嘅物件，but then during that 我到 Middle East 我冇人 join 嘅，因為只係 blog 是 ban 嘅，我 join 唔到。哦，係你怪估乜嘢啦？佢估了，然後 after that recently 我到對嚟這邊嘅時咧，我就 try 看咯，然後就到 Facebook 除掉路了嘛 at 咯。哦，แล้ว你幾時嘅介紹你嘅專欄嘅朋友咧，就係那個爆粒包。after 下自己我諗唔少隻 live 嘅 podcast 我咪是 try join 咯，然後我就到十八個有邊啲 podcast I might join，然後教我一個 friend 都好到 New Zealand 嘅咯。哦，OK，แล้ว當日多幾個爆粒包，你當然自己等推後，我可以看到後尾面嘅點當。啊，好笑！你啲大粒包，咩介紹大粒包？唔是大粒包，豆沙包。豆沙包。轉來錄望你啊！唔是話老莫，伊人老莫，伊人直接叫大粒包數。是啦，豆沙包。豆沙包歡迎，你到咯？我到 Brisbane Australia 巴魯是11:35阿妹。啊，棒光是到 Brisbane 嘅呀？辦公室都係咧。棒光是我老朋友冇到整個，佢冇來，頂幾次是要來嘛？哦，OK。咁佢睡厝嘅，就特別是要來。嚇，都OK。你聽咗睡厝特別哦。我聽一半，早我 on the way 去做工係到車聽。哦，你是不多買用介紹你啦。
對，不都買人介紹我時，我講係呀，這是 nonsense 啊，my joy，咁我咪去 try 咯，去 try 我聽，我夠好聽，夠笑啊！nonsense 成個，你 OK，等我問問看，做咩事你想到是 nonsense？我只啊少我記落係，我落到個嘴。Oh no！ OK，你佢見到佢喺小水。OK，你所你只咩？你講你只招 online 啦。我只少聽 podcast 嘅，我係按度聽啦，我按讀 IT，是 IT 嘅嘛，所以聽啲只 podcast。哦。你我就講，哎呀，冇時間，冇時間。對，檳榔人。啊。你我就講，哎呀，冇時間。我是 auditor 嘛。auditor 嗰個英文難聽啦哦。我 friend 是咧，辦公室 accountant 嚟咩？accountant 啊。maybe 諗白嘢啊，要死啊！俾你介紹啫。แล้ว after that 嗬，我就講，我就 ignore 一個咯。等我講，ignore 不都買有冇？嚇，不都買一個啦。then after that 我坐巴士，我就淡薄線，看嗰啲人聽 earphone，聽物件，所以我不曉咯，嘛是對人來聽，嘛是聽落台。我感覺到哇，介笑呢，我就笑到我。你頭一個，你會記得頭一個 episode 是聽到幾話對哦？係啊，得一個啊嚇。第間 research 呢 before 你 go story 一個，แล้ว你 stop 一半，แล้ว你起一個 topic 嘅。Go story stop 一半。嚇，แล้ว你講 go story continue later on 嘅。bonus 個 story 嚇。唔是 go， 我唔是聽 go story 嘅，我是聽你有一個頭一個 part go story，after that 你 stop 者，你起一個 topic 嘅。你是聽 live 呀？冇啦，等我看者嚇，我 check 嘅。你有個另外一個即係另外一個朋友咧，另外一個朋友 New Zealand 嘅朋友。唔知啊，未困車過，我冇嘢。但 Miss 嗰一個新招是最來 V 嘅名。New Zealand 嘅困啊！你是我是nasi lemak。nasi lemak，nasi lemak 來過，頂過節來過嚇。歡迎個對來 nasi lemak。係。แล้ว個新招咯，了阿 John， 喂，這是叫啊？我豆沙包，我喺度啲看是喺個聽是生肚啊、巴掌啊、喺個番奶啊、個肚巴啊，唔知咩啦。嗱，這個個肚巴有啲嗎？個肚巴P.Ramlee 啊，Ui, mana thank you. 咁個肚巴P.Ramlee，歡迎，哇！真歡喜你個頭腦暑假掉，邊嚟學見？抓掉啊！你豆沙包變大粒包去。是啦，早晚啊，變早晚正Mariah Carey呢。哎呦，你到 Brisbane 久未？我大這邊4年啦，係嚟4年。哦，OK，我跟你講，這辦公咧，伊是有聽邊嚟學見嘅呢，所以若是你講聽到，一是人自己 connect 啊嚇。แล้ว伊大邊伊冇伊嘅內鏡到底喺邊？佢根本都攞差唔多大邊，伊頭是到底，伊先至到 Brisbane 啊，等我想下，咩事啊？唔 sure， 我真少人到 Brisbane 嘅。我知，伊到底 Melbourne 嘅 originally，แล้ว是伊嘅公司派去 Brisbane，所以到底 Brisbane 嚟多。你解講嗬，那是伊有 join 佢哋 Facebook Malaysians in Brisbane，你幾隨外名啦，แล้ว教我講呢。OK，吹大粒包，還是豆沙包？語言。OK，來啦，嚟講，這不是這根球啊，不怎麼用。大粒包。等我直接叫我俾華為 nickname 大粒包啦。OK，大粒包啦，變咗 officially 變咗大粒豆沙包，而家大粒豆沙包。OK，佢哋名夠好聽，大粒豆沙包。然後佢是不怎麼用，佢就是不怎麼用。哇，不怎麼用，俾個啥你得嚟？我等啲 friend yang走去 shopping Cotton On。你是做到咯，當緊吉隆坡啊？啊，不新加坡。新加坡。啊。我嗱發嚟 shopping mall 叫做 Jurong Point。Jurong Point 呢邊有一隻食物件叫做 Malaysia Boleh。Malaysia Boleh 裏邊真係隻個了是我哋 Malaysia 嘅人嘅 hawker food。哦，Jurong Point 我知。
做班了在本嚟阿弟阿邊。哈哈哈，對，我有個人帶我邊。啊，是講成日人愛食 Malaysia food 就是到這邊了咯。那邊只啦。我特別你結婚之後被打閒嘅真貴哦。福建麵啊，福建每一碗啊，差唔多係$5.60，你就往對邊嗰個使食幾碗啊？喂，$5.60夠半二啊，你知哦？這邊一碗福建麵要10幾塊Aussie dollar。我這邊愛食冇啊。家己煮。特別有啊！有啊！一個朋友到啲 Lawrence 差唔多這邊話差唔多40個分鐘咧。我是檳城嘅人嘛，所以伊當然係有煮福建麵嘅咯。哇，爽死啊都！然後伊講講你使，伊講嗱就我愛去啦，講我使拍電話去 make sure 伊有啦，特別伊有 always 煮淡薄福建麵，好食哦！大粒頭啊 ，Lawrence 位 restaurant 嚟嚇，叫做 Jade Garden，煮福建麵。From Johor。係咪 from Johor？ We friend Penang 啊，檳城。我人是招呼的朋友嚟，我是行這樣白個段。Because uche group of Malaysians 到去這邊伊人 start to 開啊，有咩 franchise。Yeah, but 咦，冇好似係最好。是 Malaysian food 嚟。OK，你有當見啦，咪講咱嘅接咧話題啊，就後頭咪講破嘅。我頭時要寫破嘅，我寫破嘅，唔知攏寫看係冰壁破嘅。我只聽講寫我人到底定規矩時候每樣要做下咩話題時，講破嘅嘛。咁我寫起來咧是，我寫破嘅時，我講伊唔知人看你是你那時候讀破嘅咧，你就是100%嘅冰壁啦。你就是看未曉讀嗰啲 pronunciation，你都唔知，表達單字你都唔知伊意思係咩咯。你我 try to explain 啊，陣會俾解釋下我啱聽。如果我係講啊，我講破嘅，我點 explain 啊？所以 OK，我講我 explanation，了路人講落嘅，路人垃圾破嘅係唔係？我破嘅我內行寬啊，我垃圾掉破嘅。一個破格咧是成日講人家大聲，你叫破格咯。แล้ว是冇書本啊，冇優秀，佢就叫破格呢。แล้ว另外一個意思咧，就是成日亂開路啊，實冇寫字，佢就直生咧就叫破格。有人講咧，是破格是生類嘛，唔是咩？破格生類是我第二個意思咯。你破格講啊，佢咧唔是破格本咩？因為我破嘅咯，意思係到底，安尼到底成個話咧，可能特別出奇是講話多聲，然後冇書本冇意思，你很小小啦，就是破嘅本。破嘅啊！我係爸佢，我古早細漢時啊，佢啲做派物件，啊冇就是正錯咯。你話爸佢啲講，你搞破嘅啊？破嘅就是搞生咯，你是冇寫字冇改啦。哈，你看啊，佢啲名我破嘅。哦，你這是多粒大沙包嘅話題啦，就是破嘅寶應該叫破。哇，計這名三名龍嘅。阿龍。OK， 破嘅咧，一個是食錯螺咯。錯螺對。第二個是食花生類咯。代表我講啦，啲韓國咧有破嘅，我哋就拍腳。韓國嘅拍腳。破嘅咧就是真嘅跳樓嘅 discount 或 discount， 呢叫做破嘅，咁叫做破嘅。如果我哋98% discount，佢就少咗10%類型，呢就叫做拍腳。哦，OK，大破嘅啊，咯，大破嘅錄音，大破嘅，咁要俾地殼。แล้วอันนี้นั่นไม่โอเคว่าก้องเดียวอีสุดเดียวแล้วว่าไกลเสียเขาว่าอังเทียสุดเดียวอ่ะแล้วก็อุจจาระก้องเราใส่พอแก่จะมีอีสุดตัวออติตูlike 無好款咯，無好款พอแก่上個是我破嘅就是講我阿超是真真實實，我破嘅咯。at least 不拉散咯，你咪聽佢，掉超嘅話不是破嘅咯，不是掉破格啊。
这个我笑多多声，我是发嘅嚇，不都買用笑多多聲。我睇到但冇拍攝，因為 KMRT 我唔知係唱咗個。唔係叫嘅攣，要攣啊，嘅攣。人 YouTube 攣係咪出名咯？咧就人看到人翕攣時就邊佢講，邊啲學見 .com， 假拍廣告啫。定當時我講聽我去。等日就人特別愛寫喎，小雜我就永久。是啦，你看嘅拍廣告嘛？定當時我是去這裡 Queens Bay 叫咩啊 ？Starbucks 啊，我去 Queens Bay Starbucks 嘅時候，我在 Queens Bay Starbucks 是有隻 Jeep 去入面等等咧，有一個玻璃門啊，就去外口睇住。所以每一邊啊有隻 Starbucks 嘅 sign 咧，像是掉到 Starbucks 嘅 sign。等我去合併一下，我開門時，伊個即個 sign 搖着的，安尼上面落去，我是邋遢了，破去㗎啦！你今日邊個嚟看咧？我就邊個去我講，邊個跟 .com。self advertising。哎呀，我冇拍生這機會嘅，其實我睇 self advertising。真係我你看誒是講翻誒，是當我攏往一個擺一個 label，但當我出去broadcast 時，人看是錯。誒有啊，等陣，我一個人做好啊，等陣我看有啊，我講下。落裝個有啊咧，係咧你邊啲學嘅 Snapchat 我唔知係幾多攞錢啊！以前我有一地咧，成個人北京嘅 ticket 啊，成個你在 Starbucks drive through 嘅 ticket 啊，你 sticker 啊。啊！我哋你 sticker 邊個嚟講？邊啲 podcast？啊對，誒波唔對，較好你買個 T-shirt。邊啲我見到佢 T-shirt 就邊個看咧？是啦，安怎我買嘅 shirt，我人甲了買。Penang Hokkien.com day。邊啲學見 .com day 啊？啊，你甲人請。啊，對好，該搞條路。太搞你啊！等我看其實，冇 anniversary 時做邊啲學見 .com day 啊？你搞人請邊啲學見 .com 嘅 T-shirt。特別我冇 ship international。哎呦，我冇 ship international 喎。特別 ship 啦。邊啲學見 .com 咧，我隨一節你俾我做隻 sale 啊！before 邊啲學見 .com 咧是一個爭啊兩個月你看，所以9個月，我是11個 anniversary 嘛，所以maybe 我俾9個月時。啊！是我是同你在實咧講 discount，個人邊個人就真係冇俾啦，就等個 discount 先咁俾。OK。邊啲人是出名減嘅嘛？咁你咪等 discount 嘅時間俾嘛？就是哦。我俾啊！嗱，看好樣看。哇！看到，啷看到？看到咩？邊啲學見嘅 T-shirt？哦，看到。你看到 T-shirt 看落 podcast 係你本看到啦。John 啊 ，John。這叫啊？哆來咪。哆來咪啦。做嗬，你學見 gathering 是隔了穿紅衫個意思啊，穿上這條衫，隔了人個背了嘛。對，新疆，OK，新疆，你話新疆對嗎？所以我新疆老早隔了人會來會接，會趁接嘅人就會穿條 T-shirt， 你是多來。老早，你看，特別會車。對準。我就是叫我普吉方法。普吉。冇啊，阿爸係講啲嘅是啲邊啲嘅人，我 gather 啲嘅嘢啦，有啲啊人做嗰啲，假如算邊 .com。阿咪叫我聽唔到。都聽到我講我冇。啊，當經講過。我是講拜人 recording 嘅時，拜人嘅，是啲會啲邊嘅人。第一個做 recording， 有人哋就看嘛，哎呦，這班人搞嘅花嘅啊！咩人嚟？邊個學見 .com 邊個？我有一個 location 嘅位啊，我係我順南做工到底下邊當劍，伊是成個人睡咧 communal office 嘅位啊，我未記叫咩啊，co 咩 habitat 咩 co 咩啊。
別記咁嘢，不知佢嚟講我想要去平時真係寫要去邊做咯，然後那個世界了接妹咧就被稱入邊嚟學嘅衫。別，這是你我 T-shirt inch pin 咧，過一了就了啊，被 clear 嘢特別那是要內 design 咯，所以那是講你俾嚟講俾內 design。limited 我家己有4條啊，但係 design 我有5條。啲邊嚟講是人再俾人嘛咯。嚇？去Penang Pack Whisky 會會俾出嚟Penang Hokkien 嘅衫嚟就跟過嚟咩然後你講係咪 size？那是你度啦，你介紹。有八三啦，未衫。邊啲學嘅衫都會成日邊啲學嘅衫會勁勁嘛，所以未使會都依成日邊啲學嘅呢，唔成日邊啲嘅八三啦，咪嚟擺出來。所以意思講冇 fitting room 嘅，冇 fitting room 嘅，你嚟講你 size。特別有 sample 嘛，有 sample size 你看到多條。所以你到底有咧先至是只股部隊嚟聽咧，然後是講你要買邊啲學嘅 T-shirt 咧，你使去邊啲學嘅.com 嘅網頁為本談買咧，你使 after 你學路嘢時 transfer 你路嘢時，你使去邊啲 back 為 pick up。那是你背報應嚟講買去 pick up 嚟講，你會使學 shipping 我別記 shipping 佢路嘢，唔講就係你啦。然後樣ship 好路，然後那是講你到底邊啲你自己要親身去嚟講，嗰個應咯，你就去。變成8位，一時幾點後就去10點個6點，定得我係2點嘅話 website， 因為 extend 你 hour 啦咩？10點啊2點啊？冇啦，講到尾冇講就甩股，人就拉唔見啊。係啦，冇講就人嚟10點都有人嚟，話我咪變學路咯。所以講當然就希望講而家早小條要回本。係啦，然後做嚟浪啊，實做嚟浪啊，當今係啦，禮拜有開。有特節目開。特節冇開咩？你是我哋大陸。ski。哎呦，你唔在 ski 我在 ski 大陸。ski 裏邊咯。阿龍嚟解釋。4樓，你見梅樓就仔啦，ski 裏邊。4樓。OK，一still 特啲 gym 嘅樓頂啊。gym 琴日估啊，老師。你啊，我忘笑。哦。點走路嗎？哦，唔知。我 gym 問咗走啊，你自己 equipment 喺度。呢個係 absolute fitness 啊。equipment 綁掉呢個Zahmi fitness 啊，係咪 fitness 啊龍？Lari fitness。入試咁正啦。跨嘅 fitness。我咁樣講我唔知是看到 UFO 冇。嚇，得咯。等陣我看，我係開 video 喎。有攞隻啲。得 drone 嚟啦 drone。drone 啊？哦 OK。UFO。直接講未阿龍？我俾佢背記點啦，拜。哦，你俾佢啊？你快。我 keep 背記點係咯，我 keep 背記得嗰隻 online。哦 ，OK。我就會成借把 keep 背記得啦，拜。拜。Bye。at least 呢度唔記得做，依家被困去。好咯。一打住是困去啊！頂住禮拜是到頂過節是講網絡唔講水處嘅，我未講，伊講我當困咗後，我係諗佢嚟諗我架車起嚟講，我齋是困未車咧。對，叫介意我拍電腦可以諗等佢未車㗎啦。OK， 我 send 啲 group chat 下㗎，攞粒貴貴。我看到，but drum 嚟講應該比人哋貴喎。哦，我冇解看到一句 message，佢都擺 message 咧。佢都擺我冇看到你 message。係咪？咁唔啱咩？會 restart。邊啊？直接 restart 咗。嚟啦，講到啲咧話地接咧話地。破嘅，嚟。有冇講掉你看你喎？你感覺，你按自己按咗破嘅，你咧是確定咗破嘅，是話散咗。Hello， 1、2、3、4、5、6。看到人。你看直接破。等陣我。哆來咪。哆來咪講。我當時打 boys 呢。ketupat lah. Oh. Ketupat macam nyau masih ketupat lo.
OK，哆来咪行，哆来咪講，行啊行，會使跳哦。走，lari。哆來咪袂使罵人個 band podcast 聲了，袂 control 誒。哦，我真正來講我聽，安怎會聲啫？你物件哦。講話你看到。會互人起哄，你個 podcast 聲互人起哄，所以我逐擺 remind 我家己袂使 podcast 聲 ，remind 我袂使 podcast 聲。我細下嘅時，我爸直直罵我人 podcast 聲，然後我人 wastage 啊了物件，啊你物件食袂了，物件嘅自己食袂了，拍算物件愛個罵我人 podcast 聲嚕啊。哈，對。你所以你家己掠到家己啦，有時破嘅係咪物件？我知我家己破嘅，就是我笑咯，我笑是只破嘅咯。啊，我罵人個是嘅啦，我搞到 high five，我都想看。就啊，不是，就是不都買有人看到你啊？你等下後邊笑，特人咁樣看到我。我俾你放到啲 speaker 呀。因為我係 hands free 拍嘢，我特別睇，特別聽到呢聲啊。你 hands free 拍戲，但係只是放到我當然到底放到個人聽。因為這禮拜破嘅嘛，應該是聽到你聽，我 voice speaker 未用。新加坡朋友嚟歡迎嚟這邊聽就，若是講你有聽福建話咧，或者是本地嘅福建話，特別攞到啲新加坡嗰邊梗係聽到本地福建會曉聽明白福建話啦。若是講攏聽到一邊咧，就看查某咧，小查某到啲推車入面咧，伊當然聽到本地福建.com，若是講攏要介紹，要知下面是本地福建.com，去我嘅網頁去吹下。我找出來的話，係咪成時找落去？變你學嘅 .com 啊，去變新加坡啦，變你學嘅 .com。係，聽住少講聽，我舊位罵係我係爸爸嚟美國攞佢啫嘛。然後我舊位罵，舊位爸我條隻另外隻，我就接俾我處理。啊，隻另外隻好，我就每晚罵啊，你講咩？然後伊就我罵講對其實，我個特定講我個見面嘅事，伊直接就冇同我講。Hey, are you Malaysian? 你伊是大沙卡人我個來，伊講要聽，所以聽到我 podcast 啫。我就佢講啊，我邊啲學緊.com 我就佢講。是吉靈亞啦，鄧蘭隻。吉靈亞隻個頭隻吉靈亞，我去隻吉靈亞隻，我都唔識吉靈亞大粒頭。I know 我想講係你。現在應該是無需。了 ，OK， 便利學健.com 各位新加坡開車聽眾。佢哋嘛啲聽到呢邊咧學健podcast。會使你connect 我對電話機啲報告 system 就係使哦。然後呢個潮汕真係我報告，新加坡坐開車嘅人，係咪去便利學健.com？破嘅嘢，你問最笑嘅。我等陣最識嘅 half a broadcast 所有。破嘅。比較潮最都識。啊！我諗講臭話，當點講臭話？你個可能人店面嘅都會講臭話啦，冇啦吧？搞出嚟會有，我等陣我個嘴對啲我搞錯我個最後，如果事嘢就我搞錯啊！是咁。誒，不是多粒到沙包啊！你本來大咩？我辣大，真正辣大咯。哦，嚟咱講，不是咱講辣大話，第一時你叫嚟講啊，當今冇咩人辣大了。我嘛辣大，你冇辣大，不是咱講辣大。我寫起來，一定要我捌講過嘅辣大，是講我個會寫起來。我辣大只長嘅，你知哦，隔了有嘅。嚟你講，我覺得到隔了。誒，做你有辣大，你幾時辣大？我辣大會變嘅了。你幾時才辣大？哇，唔死啊！有人講你辣大啊？叮當，嘛哆來咪，嚇你冇嘢咩？阿 John 特登問咩辣大只隻啊嘛？嚇，啲白刀面見到都撲幾白刀啦。我辣大是咪？我只讀出經嘅時候，我好像殺出來，我就辣大講出來。我有當時是講我笑物件，有當時是講撲吉噶啦，上面咯。我冇特掉。佢就是我是撲吉。
多謝。Okay, 我 join second half 嘅 broadcast， 我喺搞錯嘅時候繼續。Okay, Putu Maya, mayb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day, why keep kunya ta? 我走啦。到十哦，不拉達咧，到第個靠拉達啦，咪講到拍嘅咯。啊，是咯。我到啲邊拉達冇咩吵啦，冇咩人有聽嘛。未曉嘛嚇。有我到啲特別我對馬來西亞我冇關係啊，我直頭冇。我最近comment 嘅嘛，人拉達。是。有咩？有啊，哈。I mean, why family 如果唔知我是我父外媽，如果外媽有嘢嘛。是我本身我不是我外媽。係啦，本身嚇，你外媽點解就真個拉達嘅？啊，我當過拉達，你媽拉達係咩啊？看咯，有時是咪是錯錯話咯？你講係咩咧？以 Joyce of 錯話係咩？係講咩？係。咩啊？啥咩？我啦，但是講冇人哋錯，你咪是係啥？你咪就多，แล้วกระชอมาสิอุสิสาลูนี่เขาต้องพุกี้สิมาพุกี้哎呦มาพุกี้唔知พุกี้嘛บ่มาพุกี้แล้วรู้ชูหลังก็จุจิลาตาก็นี่มาลาตาว่ามาบ่ลาตาหรือว่ามาสิโยนเนี่ยว่ามาสิโยนเนี่ย你媽是你爸病啊？對ค่ะ哦，แล้ว你哥啊，你接你把你厝人咧？ไม่ก็ I don't know ว่าตัว對ค่ะ我們是對調啊，唔知咩事。I think 啊，人嘅 gene 啊，較 susceptible。我定當時個考外媽嘅，特別我去到厝外媽嘅時候，我叫佢嘅幫伊嘅房間嘅時，我講阿媽。你就得我走去後尾，我叫阿媽啊，當佢隻阿母到時我叫啲房間時，我踢掉頭殼啦，拔刀落去人哋嘅啊，嚇呢度啦，打，我慢慢冇打滿隻凳，啊，別啦，即係得個啦，即係，我對，佢就凳。要咩都冇。花嘅有少驚，我媽真數本咧，因為以前真諗媽真冇咩人咁咪就擺悄，好咧，特別一拉達就等，成日都吵我個了拉達。哎呀，我到底個都把誒房間位下，我佢看到我個記到啲嘢驚，佢看到我驚。有reflection， so pocket 你拉達，你到底我對哪你這個大粒大沙包？大沙包，我其實我嗰陣做工到一個 audit 嘅 firm， 了伊個頭家所嘅 sister 嗬，上個你講可能你去下伊呢，一直去一擺淋巴巴肚個了，肚個了，就我就去講伊冇巴肚啊，掉嘅啦，未巴肚，咁去打到去下伊嗬，伊就是咪拉達，咱做啦，你就甲你講啊咯，咱就是參與 about 改做 about 3個月安尼款啊，我就知啊，係影響到。特別唔是 ，maybe 本唔是 original，但係 maybe 本是參朋友啊，你看啊，有啲人啊，唔知邊啲人啊是，你有樣嘢整啊，就你參到嘅朋友有拉達，因為我這隻朋友唔是冇樣嘢整嘅，特別是冇參到樣嘢嘅朋友，因為唔知係咩意思是拉達的。邊啲嘅人滿就，哦，我淡薄參啊，唔知啦，福建 Cantonese 參加了。哆來咪咧，哆來咪你有知拉達係咩意思？我唔知。我慢慢問。哦，拉達是用嘢，嗰是福建話嚟。番啊，拉達是番啊話。LATA 啊。LATH。馬拉達咯 ，MELA。特別馬拉達只意思，但是個無像加人講去拉達嘅意思。有本啊，你去看那嘅拉達只長本嘅。等我 Google 馬拉達。等陣我問 Google 了。馬拉達 Southeast Asia abnormal behaviors result from a person experiencing a sudden shock 你 search into 拉達看啥物 India
India 啊，啊，咩是印度的辣达无相诶？印度的拉达是人的名，哦，我是跟分名拉达。獨立唔是獨立頭，係獨立頭都知係咪是辣豆呢？獨立頭你細聲。哦，你真正細聲哦，你聲。冇咩 familiar。哦，冇咩 familiar，但係是哦 ，good boy。แล้ว別人咧，別人我看就別人唔知啊，之前。yang ni kepoi mesti nasi lemak kepoi pula ya tuan hia boy hang out tuan hia hang out chọn個 đi hang out 個 Lui internet pas semalam betul ngai ha. I think what computer pas semalam computer pas semalam 只股啊 computer 個啦你啊當住俾電係話俾先呢今年 MacBook Pro 爆出啦，3000就夠啊，3000就夠啊 ，B game。安尼貴咩？佢至少看到15.9呢。15.9已經是80蚊看到咯，就是。是點解？就是15.9用嘅爆炸。15.9用嘅普及笑噶啦，15.9用嘅普及澎湃。高級爆炸先，而家是普及澎湃啊！個都八你看，只看你看到，哎呀，別人別看到我呀。啊，知啊。係啊。咦，真正暑假嚟這邊借，我未看到我嘅機器喎，奇怪哦。你上個啲 winter 啊，啦穿咗係你 winter 嚟割啊，你講。好啦，係啊，OK 啊，嗱，但我不每次看就住在嗱，但上面都白人，個都八在啊，個都白。拉達，拉達是病嚟嘅，actually。syndrome 啊，我聽人講，特別。以前嗰時啦咩啊？snoring 啊，哦，你講對。以前傳咧，is contagious 嘅。Hello。你咪 start 咧就 start 咧，一直嚟咧。我頂到有時就咪我是淨係好笑啦，我對嘅時候。對人講啦，潮上做流咗咧，唔是只垃圾就咧，變做一關事喺度掉去。那意思 habit 嚇 bad habit 呢 habit 咯。แล้ว是講讀 I get 自己近康我唔知 get 未 get 我唔知。我 I think 嘢係。get 啦，即係啦，你用啦。係啦。只pocket。你到底做咩掂佢咧真心呀？其實真心啊係吉啦，佢嚟咩呀？就是吉你邋遢。冇啦，你俾邋遢嚟講下，你俾吉邋遢嚟講，你邋遢至可能喊入是點整？喊個把戲啦嚇。我係是我昂本喊我嘅特別，伊成啊！一整啲事梅話，一打事梅話，你愛係咪Christmas 不？你梅話你俾係咪話 Christmas present？แล้ว你就梅話呢？不喊我啫，哇！你炒格係喊我講出來，我想到我是講出來嘅。你係是講把那阿嬤朋友聽到我邋遢咧，樣到嚇呀？你是成個都計講完翻咯。แล้วอุเลเป็นยังไงมันเลย try to explain กับบอกว่าลาตาเนี่ยไม่ลาตาไม่ทักเลยจะอุลังว่าราซาติงต้า maybe 因為我馬是有呢說話我ราซา我參嘅人個咧只人都已經知係ลาตา係咩意思啊所以我免 explain 嘅啫阿莫狗咪是有ลาตา阿莫狗有ลาตา冇咩？OK， 我講阿莫嚇，你看就是 Notting Hill 冇，係 Julia Roberts 同 Hugh Grant 啊。Hugh Grant， 伊唔是白咧禮拜過了，伊個 Oopsie Daisy 嘅面咧，哦，伊邋遢咧，係啦，特別我唔知講樣，有時你當時你叫咩別記我聽過，一個 Tourette's 啦，係 Tourette's 啊 ，something 我啦 Tourette's 是冇事啊，那是病咧，
The rest 都是 E 6。เราก็ pocket ก็個拉打去。拉打嘛 pocket 咯。是咩？拉打。嘅是啦。你到底 publicly 講？我看去布拉迪古當劍拍去擺布拉嘅事。去甲布拉去。冇啦，去甲就好去當劍。冇 pocket 了。pocket 唔是 plus 拉打。pocket 嘛是拉打嘛是 pocket 咯，到底 publicly 到底成個啊？我講起嚟，喂，這朋友是哪裡啊？伊到rasa sayang 伊超客嘅就 rasa sayang。只股，是 rasa sayang 是 Cashmere 物件，伊到底超不 Holiday Inn， 了伊超客伊超客到底你伊個 lounge 超客，了伊到佢 ready 到底買位啊？伊個 drummer drumstick 加落去，到頂伊落歌，不得棒棒仔啊！破機吧，你知道到底 microphone。我係真係人笑嘅。哇，超級好女！你我冇看到啦，伊講話我甲歹勢，伊講我甲歹勢啊，就走去啊！到底 microphone 嚟啊？你我自己會車來啊！啊，會車唔知在普吉上，啊唔是唔知在拉達上面。會車，你在普吉上面，會車你在拉達上面。普吉上面？普吉是你見嘅啊！普吉是。我愛去困了。你愛困啊？你咪叫你咪講了個困啊？我你咪在做工。係咯，咪在做工。唔係你揸困啊，繼續個困。誒，你不知其實冇做part time 咪講？啊，即係冇讀到嘅，冇讀到。佢早我改做，我讀我 master 時時，แล้ว我冇做工我改做嘛，แล้ว我睇到工咧時候，你 continue 啊？continue 咯，做 song 咯 ，weekend 啊 ，few hours 啊，做 song Malaysian 嘅 food store、food truck 咁樣啊。你講八刀嘅時候，會叫你做 part time 嘅時候，叫阿妹做，乜真係？你開掉邊？佢開掉你 podcast 啊？對，到底一 food truck 嘅啊，使報告出來，你唔知嘛？別人都不要聽，但係本來個人家要聽的嘛。啊，OK 啦，你讓 enjoy 啦。誒，幾個都嚟啊？誒，幾都嚟再嘛啊？拜拜，拜拜，撲機嘛，個老老閪嘛，準備當兵上。แล้วก็OK 回車你知係咩事？老大。你解哦，即係你唔知係咪是老大啦？你聽唔聽學緊？嚇。哦。interesting 啊！對或者唔係我都話，我哋咱成個 second nature 呢啊，嗱，大佬，我哋一人唔知嗬。OK，嚟講到啲 pocket，你人感覺你自己 pocket 咪嘅係咩？就我知我自己啊，我自己是一嚿超超一大聲 pocket 哦。我 pocket 我拍生物件嚇，我想話 pocket。開車你開車？哇！你有 pocket 啊？你在 pocket 意思係咩啊 ？pocket 意思 ？pocket 唔是。boy 多聲冇你爽。錯咯咧。錯咯。แล้ว你即係你寫啲嘢會寫啲嚟住。按照我 YouTube 嘅 subscriber 個小時上920個 Kenya 嘅無期㗎嘛？係我係 looking 咗，係咪？OK 嘛，last month 先911嘅。啊是咩？啊對。冇啦，較滾啦。較滾咩？較滾佢交幾個啊？冇啦，冇夠一個。夠一個啊？哦。嗱，但係你人那是到啲 YouTube 看人咧，你都 subscribe 一禮拜出新嘅，禮拜出新嘅節目時候，攏對一對家己主動去你嘅 account 咧，就看邊啲學件事節目。因為我人有，我那是現場我做現場嘅時候就當佢們開始，因為甲你講那是你帶你入證，帶你證嘅證嚟講。OK，嚟，แล้วpocket 嗰陣會 pocket，咁我講俾隨集冇人咗 pocket。咱講梅迄個梅nasi lemak，nasi lemak pocket，你有 pocket 啊？
笑，然后笑真大声。来笑吧。我妈的。你讲笑啦，我嘛笑，我冇你未笑啦。你笑是你笑本？你是破鏡咩？破鏡啫，你個是破鏡。我甲我 family 啊，我會笑啊真大聲，特特咪和我媽罵我破鏡。我講人破鏡是人唔知係咪是破鏡哦。你 OK， 你是係咪人啊？你講你是到底Seremban冇？唔是安順。安順，到落雲丹。不過福建人，不過福建人啊。哦，特別你講定住你嘅主要你 boyfriend 還是你翁啊？冇 boyfriend。嚇冇 boyfriend 呀！女人有機會。見講啊！誒，清就聲啊！因為你電話機變咗，叫我笑。要聽嘛，要聽。你不要聽，我講你講意思講湖人啊，嚇。是咯，是講湖人。安順 ，OK，anyway， แล้ว這就是 podcast。แล้ว你講 podcast 有人唔知冇明白 podcast 係咩意思？是咯。特別你明白啦。我明白，因為我和我嘅媽罵我破鏡嘛，罵到我會曉了。因為有可能這是較老人個用，所以咱當今特別開始用破鏡，一陣你看到這樣破鏡先特別解講。我真係朋友本是笑真大聲啊！啲 public 本笑個真大聲。成個咱講的是你無破鏡，真正要笑咧，成個日本啊，就話嘿。別啦，迄個太 pretentious 啊！啊，當時我是破鏡，我是被大漢嘅被 control 出來啊。特別個成個 boss 啊，本被笑個真大聲嘛，愛數本。哦，你做咩講嘅？這怎麼說？我是讀我有 supervisor， 我是讀postgraduate。哦，了等陣我咪對即哆來咪咧，哆來咪你破鏡係咩物件？幾時破鏡？我同我講咩人個破鏡啊？對。你咩啦？特別你話笑應該是未啦，應該是未。哦，呢個叫唔知，冇人講過。特別咩人啊？咩人個講破鏡？哦，你幾日掉落就幾條落每天掉啊？會使香港咯。食物件為人食物件嘛，食破嘅。食物件集嘅聲。哦。誒，你嚇，你冇發現嘅。皮膚啊。哦，你手落。我就知啊你。哦，嚇，對，成個咱去食多時就看到你破嘅人啊。破相。你是破相。我話講啦，破嘅嗬，是唔是 high pitch 哦？講話，咁叫唔是破嘅嗬？冇啦，係咪 high pitch？噪音響你是講聲。high pitch 啊，有關啊。伊唔只是 high pitch，特別伊 high pitch 啊，伊下路起哄，你聽到你成日拔嘢，即係 gram 嚟聽，係拔係連呢種嘅。哦。破嘅唔是講是 high pitch，特別 high pitch 有可能是下路感覺就破嘅咯。啊，對。啲大聲啦，個音個管啊，嗬，即係尖啦。哦，即係聽乜叫白啊？睇下。啊。我一邊我講。Ah, behu hokong ni mo, tapi yo my goodness, sa Mariah Carey ni mo. Meriam Carey. 破嘅咱講破嘅，到底唔是成個講話隻物件，佢哋破嘅是成個搞生嘅破嘅是呢，啷破嘅咩物件？破嘅字啊！破嘅字啊！唔得是人講叫物件，伊叫字，食未了。了解未了？對，贊成。破嘅係對，我哋原來是破嘅。盧人你喺哪盧？普吉放爬。冇啦，冇。即係物件咧講吼，啲可能等了是叫破。等有啲聲，佢就 cut in and out 啫。收咗未？迄個
姐那边讲话诶，这里还mute掉了，我叫你讲。我嚟，我硬。哦，你講話特別，我想你看電視機。你介意俾我講話？哦，你介變過，你介破殼裝個破嘅，講個大聲。未使，一間未使，一間未使，白雞嚟啊，硬未使，一硬特別，硬特別做較斯文啊。改布魯素，你改布魯素已哦，所以得咯。啊冇得啊，所以冇得啊。又幾嚟雙鬼數咧？哦，係你有破嘅哦，個亂咗數。你冇破嘅。接嘅。佢你等嘅之後就破嘅。係啦。一個流氓。就咁攰嘴摸嘅你好。OK，即刻你快過。其實真係你邊度超嘅？咪就講，就咁攰嘴摸，我可能有時候一隻幫白膠，我只要起來時，一冇掉解一嘅會嘅了。我cái sần là lối tập ear này à mò tăng cái sần đó theo rồi cái cao tiêu đi mỏ số lượng bạc nữa bạc ghé đang kỳ tha cái đó thi hỏi trình kỳ ê 我把bạc ghé 3年被嗰個特別黑市我冇咩用冇知啊冇我叫你硬啊cái quả trình kỳ cái đó này冇食噶嘛是，冇，因為我畢業，我未畢業嗰時，上年我個仔我個仔白眼美國有時叫細漢囡仔。即係講緊破劇啊！即係講緊破劇。你那時做的回家球跟他呢，特別是死者。So mà lúc parents thì cả làng講哦，你到中學時，你對健健白，所以細漢嘅健健白。所以見到成日原來是佢大漢較會水，乜咧就係有一個關 email。掉，即係大家未掉毛。Oh my god！啊！加八點講。你講緊節目嘢起嘅，係咧，嗱講緊節目，講嘢起哦。OK，嗱白行物件破嘅，你破嘅發生嘅，破嘅，成家破嘅甲水小是像嘅，冇像，超秋千冇像，超秋千，所以小啥是水嘅嘛，超秋千你是講成家人。頭人啊！開手啊，一浪直做破物件啦，你啲。哦，會使講破嘅，本來特別就錯落咯。啊，我乜點樣叫嘅喎？小車車是成個講就輪轉嘅意思啊！啊，破開手。係你叫白卡。白卡冇睇。啊，白卡，白卡特別白卡地กับ白卡冇相啊，白卡地是。白卡唔是講咩想突然就去取隻物件，去到嗰度冇開冇啊，對，白卡地係啲事哦，即係水啦。bring back luck 啦。啊，對。破嘅是成個講啊，你知嗎？佢都白。冇，我真係破嘅啊！這邊啊，我覺得話我係kampung位啦，嗬。yang kolang yung peka general hito. Oh, busang ang lang kong yung kaya isu ah. Kung wa sang kahai pi siya holang apply li musik. Kung wa isi kay pocket niya. Pocket 你咪是錯咯，係數咯是講。啊錯啦，呢一個另外即是舊生。啊舊生不是叫 pocket 咯。但成個都白你一個波波人啊，即係白嘅啊，我是只 pocket 咯。有咯。啊 OK。波人。我努力咗字啊！嚇咩嘅？阿翠算破嘅哦。冇講破，你唔算破嘅。我是吹水。吹水唔算破嘅。
但是講你講嘅時講就大聲就噴破嘅。嗰啲是 O R 吹。哦，OK。了所以成個 pocket 成個講你有啲人係有買一項物件，伊個未夠，真係冇用，咧係了就電了。Device disconnected。嚇？物件？你係咩？你係 Google？你係 robot 嚟。robot， 哎呦，我馬地夠用 robot 咧，定嚟攞佢節啊，以後用。Oh, boy, what are you doing, boy? What are you doing? Ow, boy, you scratching daddy. Ow. 來包包呀，來包包呀。Okay, come on. 係咩嘅？我買下用佢哋去啊。我係 speaker smart speaker。伊特別每個 speaker 啊 ，weather 安怎啊，幾大啊，係咪？伊就個了。Hello，馬路你講。你是十八部啊？我是十八部。歡迎。Hello。馬路是講條 pocket 個嗬。嚇，你 pocket 啊，你？有啊，我知。我知。你好勁，夾子pocket 啊。係啦，大聲，不是叫 pocket 咩？對。講話大聲啊。什麼聲亂啊呐？OK，in that sense 啊 ，OK 咯 ，pocket 咯。來卡住嚟成個好似講卡住嚟變嚟學嘅人唔是 pocket。Ouch! Boy, don't be pocket。啊，講唔掂。嗱，應該話 pocket 啊。Ow! It scratch 我冇清sleep。Pocket pussy。哦，名有破鏡有咯。呢邊咧幾聲？拍聲嗰時叫 pocket。對，你有 pocket 咩物件？拍聲嘅 pocket。唔知咧。你 pocket 係咪平常時物件 pocket 係上面？你講話 pocket 是笑上面。我啊笑啦，只大聲。嚇。了個但是買物件。哦，嚟講謝，係咪物件 pocket？但是啦，我 try to control 啊嘛。嗰時你講晒 service 啊，嗰時 salon 嘅 package 上面啊，但是啊，晒啊嗬，未記曉咗。哦，因為你人啊，冇解啊，嗬，就唔是冇解啦，伊冇 remind 我，究竟我時候去嘅時候，我去 book 咯，冇伊冇 expire date 咧，伊講嗰時佢講冇 expire date 嘛，我冇去咯，嗬，唔俾就係了你嘛。我去嘅時講我講，即係 expire 咧，唔要緊啦，我好攞用啦，你你存你本期，我講係咪本期？你賣話嘅時唔是講一句話咧。呢個講緊邊一段句？嚇，應該你當年嘅是彭記啊，我隨 email 可以講，我講嗱，呢叫人都唔再 resign 一倍，我都冇看到嘢咯。叫 pocket 你叫赤落。赤落。誒，接住嚟，這件事接住嚟啊，過啦咩事？過啦咩？過啦咩事裝啊？Linda。pocket ball。你講住，亂叫啦！Linda 你是裝，過啦咩 ？Hello。Linda 愛出聲啊，冇人叫你 pocket ball 咧，又見緊出聲啊！掉。Hello。一直叫我聲跟住嚟。Hello，聽到我。聽到啊！哈 ，hello，人聲你數唔到嘅 pocket ball。我冷意嘛，冷意講話嘛。你是新疆嚇？新疆。哦，新疆做到。啊，有名咧，有畫面咧。pocket ball。pocket ball。你到當 game？ 我到 KLPJ。哦，你安怎吹到邊咧學嘅呢？啊，係你阿龍咯？哦，阿龍介紹你啊？唔知有看到嘢，係你 video。哦，哇，阿龍。Not bad。阿龍介出名啊，當叫阿龍啊。阿龍是代言人呀嘛都。我特別去撳聲。但面成你真係咁聲咪是，成講你學到幾%你看咯，但是講我可以10%啊，但面一笪佢就特別學興我累。變你學嘅是本成理，我係10%啊，我一度興我累，特佢知。佢都興得嘛？對咯，對我聽我興字咯。
你講破嘅啊，咁是用啲查某嘅辛苦了，嗰是。哦，大波咪是大波本是叫破嘅，但比較少誒，阿 John 少人叫大波破嘅。阿 John 講你嘅聲破嘅嘛，超破嘅。我喺超聲咪就破嘅咯。安都冇破嘅，是講人是講未必人嘅亞洲嘅國家，嗰時佢 sexism 部講就冇破嘅，大波本是有破嘅，大波人是講後面就是 sexist 就，大波講話多聲是有 confident， 大波講話多聲是破嘅。但係我用破嘅是用啲係你拍水物件啦。啊，嗰隻啦，成個路邊你 SPA 白嘅冇用，係啦。啊，未記起。我小學，我特別小學，特有特人。誒，但是啊，伊講嘅時啊，你想我成印度伊來用啊，買，你輸曬咯嗬，你買啊嗬。未記。誒，嚇，你行累㗎了，咪頂啊，你發覺，誒，做咩事？我係累人哋招去嘅，因為開咗你數。破嘅咯，特人日開旅應該是有攞嘅破嘅有嘢。淡薄就冇叫破嘅咧。Ketu拜lu siapa ni? Motorbike. Wah, bawa warna okey ya.咩？你 motorbike 決定？你講咩？Iya. Oh, sangat begi ya. 我講Ketu拜啦，Ketu拜講佢哋古嘢故事啊，頭先都講嘅啊。哈哈。你話厝下邊呢？我大大只不過跪下邊嘅。你話我弟弟看嘢手掌，話我弟弟看嘢手掌。你看個古嘅仔對對對。我頂日條啲 Google 嘢地址，我成日按過去。阿咪按咗你仔地址都冇講。講真，你清楚了，要講佢啊嘛。哦。Cuang,找包包，你做找包包。左邊嘅 Patron 嗰邊按接嚟，你看到你物件嚟。We should meet, we should. 哦，你點解咩？冇啦，我到沙lâm啦，我咯。哦，而家你落厝舊啊，厝正見嘅。係啦，見啦，講先夠啦。有冇人去手掌下邊翕相？咪啦，講咩？頂住個都白講嘅，我 Google 佢哋是要 S 嘅，係啦，伊講佢哋手掌嘅 ，actually 真正我位置。哈，以前只我位置會講槍，迄個手掌嘅，伊講槍對面嘅。分睇啦，嗬。嚇 ？OK。咩嘅？咁我都睡未掉，冇拉睡嘛。哦。你係咪？你講係你 SS something？應該係你嘅嗬。SS19嘅。特別你厝我唔敢去，我係你講解過。喺厝那邊嘅。嗰都白啊！你啊，定住事啊，有時到你落嘢咩事咧？bonus episode 時你講，OK，把住對嚟講，你冇講掉嘅咧。我冇出咪講啊啦。嚇！講啊啦，呢度善處啦嘛，OK 啊嘛。呀，冇所謂啦，佢 block 嘢。係啦，可以女啊，跟住講。白紙啊！咁你未做事本嚟成呢啦，你叫我人見女啊，搞實都唔啱你對講。冇啊，係咪數？啲正心拜。我聽到播。即係幾關情嘅咧，就拍 game， 就拍 game。我做緊拍嘅啊！啊，你嗰都白你做咩事唔使講？冇啦，到時冇 not in the mood 啦。哦。Paji ，don't worry，我 ready 我好，你知。係咪你未 ready 啊？我知啊。我 ready 我。是唔是？你講係你中澳嘅國語。啊？中澳嘅，你係中澳啊？甲我上嘅嘛，然後阿邊國有告訴我，把字來講嘅啦。唔知見唔知？裝嘅講嘅係這是。啊？這是裝嘅講嚟。同埋係你普通話也未夠。對嚟一下，普通話對嚟啊。哎呦，丘比，嗨。你呀，say hi。你是一定。你呀。你可以一吹打。Joy 啊。就叫。你看伊袋個伊上嘅喎。我啦，這隻姐姐啊，伊上嘅袋到外口。伊胖胖。你個都白路咱當咪講拍生物件，只生嘅破嘅。我真聲啊！又講冇到拜啦，人嘅係咪？冇啦，未到頂咗啦，個蟲。嚇，等陣，你未決定，有個蟲決定。
我啦嘛講 OK，講 pocket，我去個 gadgets 咯 ，gadgets，我 iPhone、laptop、tablet 啦。有當時想 pocket 本是成個好好物件，都會買新嘅，可能就 pocket。我買了有用啦，唔是叫 pocket 咯。我咪是想講我物件即咪是真實㗎，是講我買了我電話成個頂到新嘅好，特別我個會買新嘅好，我舊嘅賣去嘛。哦，你 trade in 啦。我買嚟燒嘅。你個 pocket 咯，that means。嗱。你錄用嘅又冇用嘅啦。你個 pocket 嗱，你部成塊定嘛？資料是有 wide angle lens，資料是聽 MP3，資料是。你俾電話嚟做出嚟咧。smartphone 的特別就 selective 嘅 smartness。我老師你不是了多 gadget 先啦，冇亂嚟。嗰個字行死破嘅物件都是 A 咯。好啦，motorbike 咯。A 咯 ，A 只個 pocket， 我當冇 A pocket 本啊，特別我當最近嘅冇啦，頂到。最近嘅冇啊，佢掂咗一隻看了是捏十八湯是先平。我只我 A 好，我只啊，算要拿波嚟講係算只上啊，點我三。我本是 A pocket 嘅人，我俾只 A。你是接不到咩嘛？我看在你 collection， 我看你 collection A collection。我看我 collection， 等陣我寄出去報告聽下。來，你是你啊叫咩啊？只看，唔是 Rosma， 唔是叫咩？叫咩啊？菲律賓啊 ，Imelda Marcos 哈。唔是我買 New Balance 係 limited edition。個 limited edition。那我真唔 understand 人買下你啊，係咪Kanye West啊，你 Easy 啊，什麼貴清啊？然後我直接叫人 explain 我聽下就做咩會安尼貴啊，咪是安尼看咗咯。係啦，你講下你水 pocket 哦你？pocket 啦。特別有時俾嚟笑嘅 collectible。呢部情緣之後入包。等陣有人 unsubscribe 啊！意思你使講咩意思？那個後面講你 Kanye West。Kanye West unsubscribe 啦，你看 Kanye West。真係冇啦，人聽 podcast 聲，咁了人 unsubscribe 掉呀。走個了。我知影查某個 podcast makeup cosmetic。你用咗半罐攞啲嘅，迄個地鋪嘅用淡薄嘅黑格去嘅。喺你 pocket 咯。我冇黑格啦，我叫你高卡，未高邊嘛高卡咯。你買 foundation 嗰啲卡呀？冇啦，唔是 foundation，moisturizer 你啦。你嗰啲未見冇加咧，你未用嘅。你啲 result 你卡一打卡 good 咯。冇啦 ，actually 冇 good 去，你用lotion good 過用下你未見啲卡。你做下你把蕉嘅皮，唔是做下啲卡嘅皮。有一隻是白蕉嘅，是叫咩哈？白蕉咧點嘅啊？唔是啦，唔是喎。個鏡到對人教住我。講美甲好啊。講美甲，我看住啦嘛。美甲好，不只講美甲嘅話題係咪？OK，特別我人大波無嚟啊，嗰度查我嚟。我人一個要求，佢是阿張美甲，那甲我講那美甲。嘿，阿我對佢是哪做啊喲？就人要 make up 嚟搞 makeover。我係搞 make up。嚟係咪 drag queen 時候？哎呦，愛做下你我發看 video 計爽嘅。就要做好啊！你別使扮我爸爸媽媽啦。你爸爸媽媽教嘅水啊啦，唔扮咗啦，情佢話係。你別使扮我爸爸媽媽，你實俾你使玩。你先只對啦，唔是啊？對，你先只。係啦，先只我能做下你啦。OK，你咪做我做咩劍都？劍都。誒，劍都冇網嘅喎。你係劍？咩劍都冇網？你係劍啊？你 A 錯咩 A 好似有冇玩 Conny Pocket A 冇？等看 A 好似。睇下我抱起全部先。哎呀！你想講嘅一個破嘅啊，打波店最近嘅隻，好似個別人都聽隻字聽緊。叫咩？有好似對頭嘅事啊，要對頭起嚟啊。呀！你啲個別人好似講。個別人啊！我
我特知咧，你看到一打位，你在踏步啊，伊假伊行落來啊，呸啊，佢呸出來嘅。我機車內面呀，一大聲，我跟你。我真未當佢呢件。真啊！伊是打呸，imagine 你換車啦，你頭前伊摩托，可能卡，可能伊氹。背得嚟啊！呢邊度呀？你諗受得了我？你配咪叫起？我定得是唔知配咪 B 字嘅上面啊？配嘅字紅脆特堆嚟接嚟個字。你特別做開一真正。真正甜嘅你吹啊！唔是暖啦，我冇配暖，我配甚至食咩 B G Jerry B G 嘅什麼？你話咩咧？我睇你嘢啊！我睇你嘢啊！嗱，暫時我破嘅嘢，安尼講，我掂戰一隻啊！我搬嚟這邊試嘅，我 already 掂一隻啊！誒，攞咪講我只想破嘅嘢哦。就咪看我拍嘅先看啦。我愛看你看嘅。來看。誒，特別冇咯，我唔是要你看我俾你看到我 collection 嘅了，我 collection 我有20-30箱啊，唔知邊4-10箱。你錄情緊你借哦，你是幾間嘅卡？我試過攞情緊你借先。冇，我冇箱嘅了。我當然較少了。我當然較少了，頂到時。咩亂呢？誒，最當我背脊是最。邊個都背脊？邊個？看戲啦。冇跟到。哦，你嗰啲看戲啊，呢？哦。我有一箱，我唔是要學人看，我講了誒，特別我冇你最近冇你買一箱嘅學人看，尤其是查某就是有興趣嘅。哦，來，你別管啲嘢，你別管啲嘢。最有興趣去超。我冇看到，來，這邊，快這邊，快壓啫。嚇，是唔是白色嘅字？我唔是白色。紅鴨我都唔覺照見嘅。紅鴨係咩票？紅鴨。係你撳啦。係咩票？唔是金啦，咁金咩？哦，金啊。OK 啦 ，ready 啊 ，ready boy。魯布湯嚟誒。Ready？哇！哎呦，你來情節對來情節。真係是我哋愛情嘅。西北 drag queen 咧，你家情幾攰點啊？家情啊！誰啊？哎呦！你這是你曬曬，這是你咩學不啦？誰？誰啊？這是你曬曬啊，John。都隔幾清啊？咁我12號。哇！你攞 try 一回，嗰時攞咩衫？誒，安怎伊會較無花博死咯？OK 咯，那是講無有成啊，這裡有淡薄成毛毛誒，這邊。博死咯！這邊有毛毛。毛毛會有 grip 咩？毛毛有 grip 咩？等陣博死咯！我唔知我冇博過個，特別我講聽，我講聽，我唔係請過個。我有請咧，我這是 for 我嘅背過嘅時，我係 podcast 啊。我係冇 podcast 就 Ding the Bell 啊，了 Ding the Bell 咧，聽住我有聽。伊的 the bell 是就冇特別伊未情關的嘢，所以我其實講你我話收我較有情關的嘢嘅，你說我特別期望嘅你 podcast convention 嘅時候，我都情關的嘢咧，以情白嘅，所以伊買一箱是。乜佢要嘢盡見又冇嘢。伊買一箱嚇，伊買一箱是白的，相色嘅啦，紅色啊，可能是 Converse 嘅啊，特別伊買白咯，我買慣嘅。喂，阿 John 啊，你佢係 adventurous 呢？頭情關地情關嚟講嘅。我看我唔驚。但我情你看介水嘅咯。我同你講，我情基本唔敢行，唔得博死我。我買了時我講，哎呦，我哋份未情哦，我情啊，我未行路就好啊。你未情啊？你年格咁就不對。我講時我俾一個未情嚟講下，我講阿布魯實我 wheelchair。有啲卡起嚟就我看。哎呦，安怎行下？安怎行？等陣啊！
因為我你坐到尾啊？你坐到尾？你去後尾啊，從你卡起來。我冇啊！你坐到尾？哇，就攰。我冇啊！你問食啊？問佢哋笑到食破。誒，阿木蛋走咗。哇！完了。你水嗎？我看到佢到。哎呀，你咪做乜事啊？哎呀！條底辣啫，辣。Grammar。水，我只想水。你有冇請阿咪課？對。冇請過。搞屎時候就當機嘛。舊時啦，我諗請沙龍食位置咩啊？搞屎我請白色嘅jeans，有個成個 blazer，你成我等黑色嘅咧。哦，等於嗰時啲請啲啦。課啊？請啲低。哦，大波暑假看種 Zumba 嘅課款呢？Zumba 嘅課。佢哋把掙走水咧。我冇講啊，你我琴日講啲。係咪咪見我冇變逼喎？啊，係你叫咪課 Zumba 係種硬嘅，快啲攞入盤嘅。哦，哎呦，別我只 uncomfortable 那時會啲小眼。喂，啲別使小眼，別痛。我隨後都話你跳舞會大波情曉跳舞會。啊，我都是世界啦，我世界。所以嘛，我不確佢包下，梗係好了，梗係好了啊。哦，我唔會啊，我驚咯，你看。你看伊個就到只水嘅。我是世界情，我是只硬的成個 skinny 嘅 jeans 啊。希望表現到對我呀。安怎係啊？呢部咩？安怎？哦，依安怎係到對嘅 GBR 啊？你看。了 ，OK， 了，這個淡薄破嘅，本來你我都冇清嘅嘛，平時時。try 過啊？我是 for 你，咪 try 過去做緊事情。你俾我俾火車啦，安怎火車？係呀，幾多錢啦？程度幾多錢啦？你講我自己啊，我就是驚normal，然後就去做工啊，特別別我變就 normal。誒，我同你講，我嘅朋友伊嘅車是伊嘅，係蘇瑞嚟，大波嘅。啊，了伊車大大頂嘅咋？嚇，伊嘅車是 Camry 了，伊係啲伊嘅冇地位啊，等你看啊。啊，了個了我開出去嘅時，就當時坐學車咯。然後等陣講，等陣啊，我後尾經嘢啫，有時佢依嚟邊嘅落邊經嘢，我哋分頭，我嚇 OK， 佢就經佢，你 OK 使行咧，你講。你是講自己車可能偷去是嘛？對心肝。應該是只炒嘅車，唔係。我人假偷嘅車。唔是啊，伊多 loss 賠車呢就伊A1賠啊。未必冇保嘅車啊，近來保嘅 A 呢。嗰大200蚊正，看可能是講係話 A 係咪走起走落嚟，買咗架了 A 尾係啲車。即係你表現較好啦，會查某啊破嘅是咩啊？伊車唔是係 A 嘅了，特別伊那邊嘅了 A 嘅了，冇嗌，啲人會冇嗌嚇，佢理由咧。一佢就定打係哎呀，比如話我唔知道嚟，我同媽幾嚟講，比如話我係車係我就唔怕嘅。你講我冇能制咪見你。OK， 比如話我。我弟弟講嘢車成個一車這樣解。當佢唔知有啦，我未記，我就估冇坐地車，我 last time 對其實冇坐地車，我對呢，所以我唔知車係正形成咗。定打時你講話車牌是攞嚟叫。我記得車。Queensway 啊 ？Queensway 你叫咩 ？Times Square 嘅。Times Square 車牌嘛，然後我邊佢叫後尾時佢看一個有成啊，伊咩麥當勞食出嚟啊，然後時一睇，食未了呀，你成日上班嚟咯，咁啦，特登嗰個包咗一包嘅，咪叫豬啊一包，那個包子吧，那時伊鞋啊有衫有褲有尺，他該關走落แล้วสิเหรอ特別我們冇，因為我個人咧識嘛，我們冇講成個。judge 啦，我笑呢。我依家上班破嘅咧，但冇破嘅啊！每晚我那時都聽到嘅時候，你一部聽係咪特別？那時都聽到嘅時候，翕照相後我看你當天車正經咁咗。我經去叫，嗰時翕白人嘅時候，嗱，即係定到呢，就是嚟載我嘅時候，頭整一車頭整個自己嘅茶機，到啲頭整嘅茶掉出嚟。冇自己，我諗緊你照機。
我翕相迄個，車頭整嘅一支手機咧，唔知花幾多粒掉嘅。唔知掉好多擺，我過來這邊佢再話佢機咧擦掉。啊，破嘅，個物件一人拍生係物件。破嘅衫咯，第界就是安尼咯，鞋啊衫你看。我聽到隻鞋，我只有一轉嘅時候，我下隻股啊，我隻股冇買，成日講熟熟買鞋啊，等我想下。有啦，一年差。嗰個一個物件。一年。我一個物件是剛剛無，如果無 stop 嘅。迄個胖嘅物件。哦，你成個 body spray 啊，還是你係塗嘅你油啊咩？迄個你知，迄個 BB Bath and Body Works 啊。迄個我下接去呢，我成個可以旁邊調調呢，看買大堆。你是買，你是成個轉，還是白係到啲 air freshener 那款？本有插頭嘅，本有了身軀嘅，本有長水嘅，本有。你買成個鼻槍味咩 ？Last Christmas 個有個冇用了。Last Christmas。你買成個講鼻槍嘅，伊白嚟鼻咩係咩？所以嘛，一刀會使用一支念，我咪係干呢招。你都食一支噶啦。冇到，但是學人去啊，每個你愛哦。唔是新嘅，你愛我，愛我學你去。嚟浪啫。又講到嚟浪啊，我就會去maybe 8月去啊，8月啊冇8月去嚟浪嘅 T-shirt 啊。by 當人新正嘅時候，我哋 gathering 當人新正哈。做你會留聽是唔是？一刀是你會留聽。冇聽啊，舊影戲啊，冇留聽啊。然後是到啲人嘅 gathering 嘅新正 gathering 嘅是隔了人就會成邊嚟學嘅嚟生。Hi sweetheart。แล้ว我嘅 arrange ของขวัญจะ做เลย T-shirt。OK， แล้วเรา成日會俾 T-shirt 咧，後來就使俾一俾情侶啊嚟浪。我俾講咩啊？拍生不，我未都講你破嘅。破嘅咯，一年啦，買落一箱嘅嘢。就是講你破嘅嘢人。你特別好咧。一年380個就俾價了嘅。哎呀，冇啦，你羅斯媽咪少了。就是累積咁就咗開啊！你就是講無講啊，人唔知講你這嘢是安怎，你實際講你是收只這年收起來喺度冇人 pocket 嘛，所以你會看你 average 一年買到這箱嘅嘢。我唔是安尼看，唔知我家己，我是想 pocket 是講買咗，根本就無情調嘅，係哪買嚟做咩？特別咱講嘢咧，就這箱咧。但是一個月使買2-3箱哦。哇！一個月買2-3箱你 pocket？特別這是 normal 嘅嘛，這是 normal， 唔是咩？Actually 是 normal，because 有陣時你看成新加坡可能伊行業有 sales New Balance，嗰個是 limited edition 嘅喎，按照別看見買咯。見買。New Balance，我是 wallet 沒 balance 啊。但所以我係 balance 是我甲買嘛，無 balance 嘛無買咯。啲新加坡是唔是真正便宜？係點樣嘅 stock 係佢可以出嚟嘅咯，冇可能佢只2-3箱。特別我有新加坡物件咧，買買係你 on sale 嘅物件，買買係你 clearance。新加坡嗬，有陣時都特別快，伊 man on sale 嘅，有陣時有 special 嘅是上家講伊 outlet 啊，你去伊 outlet 買，有陣時便宜嘅，嗰是新嘅個。一箱50塊買掉。有啊，成多啦，嗰是咩？成多啦，我把你個買一箱係咧New Balance 係咧 fresh cushion 啊 ，New Balance New Balance。我聽到梗係 New Balance 嘅咯。伊 offer 㗎啦，一對把你個成多啦60塊呢。offer 是幾類？伊部 offer 是180幾。OK， 等，我會補充啫。Actually， 那是講你俾啊辦基本好啦，嚇你俾隻借啊，咁是隨咗破嘅，好似隨破嘅，你唔是跟人累了那個破嘅咧就，你講我係講嚇，你隻借，你成日講你一禮拜，你一年嚟講，買咗這隻嘢，你嘅稅款，所以人家會明白講。
安怎是破解无？你識講你一年買一箱嘅？我 already 是看到了。十幾箱啊！因為你雖然 average 啊，一個月一箱啊，就你一個月切派哦一箱，情況看啦。我啦，他 actually 我是 already cut 到，等到我到 Middle East 嘅時候 ，Middle East 嗰邊嘅個真正 special 嗰隻辦意吼，我對來嘅時候，我算啊，我有差唔多50幾到60對，2年內。你對來就早，而且未because 我甲我 friend 吼 share container， 我啷 share 一20 foot container 對來個了。哦。then but then the thing is 我對來時候 A 個了心痛歹個了。這本書因為 weather 無相。哦，伊是 humid 嘅樹嚇 ，humid 樹嚇，伊成個。一個 container 裏邊吼，I think 有迄個翕掉，你吹掉伊，吹掉，係是，你係特別一個膠個撐啊，係特別導演。係信。呢個未抽錯。你舊新加坡嘅時候咧，博嘅時我嗰邊拖 container 出來咧，我嗰邊吹除嘛。So in between 嘅時我啷個東邦到迄個上個 warehouse 上下，我去水 warehouse 喺到裏邊下邊，你擺到我吹就出搬出來嘅時候，就顯而看到你 A 個咧上個 start to crack 啊 ，crack 起嚟嘅時候 crack 個咧，跟心痛啊，你只個咧真係 special 嘅 A 嚟，這邊吹唔掉嘅。你結果你人做下你 A 嘅了。有咧掂掉咯，你看到呢只係冇人稱一掂掉咯，no choice。冇可能都嗰隻稱出去行嘛，唔想。但想個先嘅沙啦，一隻少啲。破破。到啲咪都意思咩？真係。Because 嗰陣我到咪到意思講嘅時候，杜拜下邊嗬，真係只辦依年啊。過啦，這裡辦依就係佢就開始聲。佢就開始聲啊！一水過來嗬，只想誒嗬水水嘅啦 ，designer 嘅啦，有可能冇夠10個個先贏咗 baby。那時講你只辦依下尾就缺到尾，都是破嘅啦。是我都到時我哋可能係破嘅咯，馬路唔加。OK，嗱我俾每大波成啊，讓大波，讓俾A 一年俾咗一箱。兩年買一箱。哇！有影無兩年一箱。冇啦。有影是電視機，有影是 radio 機。你特兩年一箱，podcast 或者 A 啊，做工嘅 A 啊，可能到3-4箱去啊。對咯，你特特只長上隻 A 嗬，伊真臭嘅，你知喎。就係咁嗬，你講。係啊，我你見得好，真正臭嘅卡。咱把它看到普及方法是蠻看的。做工 OK， 來，你嚟問看，你平常時 everyday day to day 穿嘅會有幾箱大包？你食幾箱嘅？大擺穿嘅？5箱。千拖。啊，千拖。千拖。包 A。電話穿 TA 咯，冇普通 office 穿包 A 咯。3箱啊咯，3箱啊。3箱嚇。了。你落到4箱啊。誒，即個就是烘嘅大聲啊，你烘先。OK， 好啊，你頭邊到你搞嘅摸南面啊，其實。對，我頭邊對啊，唔會頭邊。對，了嗰有3箱，了你平時成個 sport shoe 呢有冇 ？sport shoe 當時都講拍面燈，走是穿一箱，4箱哦。4箱咯。4箱咧，你嚟曬一年，你4箱是穿過股嘅咯，4箱穿幾個月。你會被拍嘅咩？你垃圾嘅咩？垃圾乜都合格嘅咩？垃圾未寫啊？冇啦 ，sport shoe 睇嚟係寫嘅嘛？誒，有係你 sneaker wash 啊。sport shoe 變咗垃圾啦。啊，講掉啦。sneaker wash 係寫。講掉話題啊！有陣時誒，或者講佢實講緊另外一個話題。哇！你3-4點正講未了？冇㗎，你講，你去買係 spray 嗬 ，spray 到 A 下邊別掉水，別掉垃圾咩？係你本身我係 shoe 嘅咧，我 spray 係咧，所以落下好得啦，係咪嘅咧別掉嘅？咖喱艾啊，你係咖喱艾啊？對，咖喱艾啊！我計搞啦，做 A 食呢個咖喱艾啊！真係選啫，你只辦意呢？你係你咖喱艾嘅。條咧一罐吧，你冇管你娘媽，會使 spray 正這香啊。
原來幫我有一間朋友，我同佢講，伊前咗10年吼，佢是上新年份，白可能要用 spray 啊，用佢哋 spray。特別我冇咩時間上清氣嘅喎，冇水。做咩？我咩時間？我都只時間我啊，噶你只啦。時陣臭臭啊，你時候臭臭啊。咪上佢呢個泡泡我啦，特別要淡薄成個清貴啊，冇成個講佢呢是 starchy 是水啊，冇時間。你冇啦，冇講嗰啲嘢啦，是講是可以食啊，唔是白食。好嘅，即係是好嘅。但我唔會看。朋友嘅會嗬，別使情線 A，你情線 A 是人講係攰醬咧喂。特別可能辣大嘅。哦，辣對。但我講你邊啲學嘅我哋會做什麼啊 ？makeup 嘅嘢嚇。makeup 嘢，辣達。makeup 辣達講過啊，特別digital。嘅嘢shoes。我講下，我當時我未冚大咧，特別我俾每兩個咧兩講 number 呢嚇，佢講到agak average 呢邊就直上有俾聽緊了人啊。OK， 應該點都來袂？我講點你會聽電話未？細聲兩步。我未想住喎。應該點得落用Switch 呢 Skype 啊。哦，你去 Skype 多些位不？哦。Prefer OK， 你去 Skype menu 啦，去 audio and video settings。哦，I mean what do you mean by microphone and toggle？ 嚇？哦。你當今 default 是 set 到咩 microphone？ 哦 ，Mac 嘅 built-in。裏邊嘅 Mac 嘅，所以我較細聲是冇。你等真細聲，你等你 triangle 啊，你等你 triangle，แล้ว你睇經哦。到底 right hand microphone 你咪是叫你 or 你係咪 mic 咯？你要這聲這。pointing down。我睇到有 speakers 係 control 呢，我係經 speakers 呢，我經 speakers 是我係 headset，我未經 microphone 一部號我係 join。哦。唔知咩事。因為不要緊啊，咱個要新嘅話題啊，是講我咪你人啊，你應該將你破嘅啊。我免背。啊，來，解釋啫。我想講 podcast 係。等陣你講好去冚聲就 mute 啫。就講好戲啊，mute 就講好戲 mute 講好戲嘅話題，你講好話確定嘅講啊，係啥話題？你聽到話題是係咩意思 ？podcast 我想講 podcast 是派絲成個 podcast 驚派絲啊，對啊，對 something like that。對啊，我係數人講誒。破嘅係我，嗱先我講嘅是哪料啦？冇人講嘅，就唔是人講小破嘅，就是講你那是像 wasteful 乜事做破嘅，成個你哦，成個 email 㗎嘛，嗰陣啊，成個 roast 啦，對，แล้ว你破嘅แล้ว所以我就想講แล้ว破嘅每係是成個講只錯攞嘅意思，成個講你話就 publicly 超多聲啊，講話多聲，佢咪是個破嘅咯。Boy, oh my god, why Skype hang 啊？撲鏡嗰頭啊，冇嘢。嗱，我唔知咩事喎，我即係啲 connection 啲冇好事。你講咩？啊，你講咩？講句我冇聽到你聲轉嘅。你講咩？應該點？我冇聽到人講咩啦，因為 sound cut。跟住，我咪咧下面嘅破嘅。你在做咩事冇？你看你嘅 video。哦，看你 video 對。你 video 接你 bandwidth。冇啦，我 bandwidth 係1 gig 啦，就快啦，我係 bandwidth。冇啦，依唔是啦，依度 A connection 就 OK 是依嘅。我係 bandwidth 是 gigabit 大條成個話咯。Yes，但係你到時你 download 或你 upload。upload download 上嘅。攞嚟。
成個話 symmetrical 咧 ，yeah， 成個話 ，my streams is symmetrical，upload and download no noise gigabit。OK， 咁啊犀利，係咪嘅？直接急笑，รู้啦，係咪嘅？哇！大條。好啦，哦，講啦，大條。你講成個話呢大條。垮條。錯嘅，頭先我講到係water proof 嚇。我想問啫，係 breaking 嘟嘅嘢嗬，會使下無？嗰時你真正見掉水啊？嚇掉。伊那邊比賽掉水嘛？以後我冇請 breaking stock。誒，等陣，我講破嘅個，我冇讓誒幾箱，你讓一年入面都阿個平，成個講阿個一年嚟講，南邊都俾幾箱嘅，但係我俾聽雜包啊，OK，可以車一年阿個冇一箱，雜包鋪10箱那邊啊，10箱啊，內邊冇過10箱啦，OK，頂到咧。頂到啊！我唔敢講。頂到咧？但係10箱都買水啊！你 flip flops 啦，買。誒，使水對水。啊！你常常拍嘅。嚇，水乜啦？常常話咁我常常拍。誒啦，你隻對啊喂。我唔知我行落，隻拍。你插喺啲水咧就最。冇啊！你睇你笨嘅攞掉，你可以攞掉。冇插，啲幾箱嘅。你未使水啊？會使水。OK 啊，10箱咯，那邊咯。係咪你個青頭咪算10箱啊？10箱 around 啊。OK，around 10箱。แล้วก็nasi lemak。我只就杯嘢咧。你杯 handbag。應該我暑假我係哦，我買一道嘢大漢加只貴。哇。แล้ว你是阿個幾箱咧？阿個一年？攞箱。OK。好可憐。哇！成個我係 flip flop 哦，我買一般嘅嘟誒。嚇！你別啦，大漢嘅。啊，都 throw 啊，嘅落貨都攞。就冇你俾你唔使俾你誒。一般嘅嘟嘅啦。一卡加一卡。我係一般嘅嘟咯，我過去海景我不會請嘅，我知道啊。哦，一般無派哦。一個即即個叫咩？Linda 是講啦嚇。Linda 名咩啊？啊，我冇名過。哦，Pocket 啊。唔使啊。冇呢書本。原來咪冇書本，冇書本。誒，等陣你冇講啲話嘛？你冇講啲話，那麼每個咧就一箱 A，你就是一就一箱 A，就是把第一名就叫做一箱 A。你講嘛？一箱 A 是咩？你俾啊，攞3箱咯。攞3箱，你咪就攞3箱。你把它叫3箱 A 咯。攞3箱嚟咩？攞3箱，攞3箱，我考慮機會個，你話啲你嚟 join 嘅時候，我考慮機會話呢名。OK，攞3箱，แล้วก็我ไป每件事對你咪？哇，差不多我家那是2箱，我才2箱。哦，你少呢？冇派冇買。แล้วtesting 1 2 3。ผู้กี่ป้า嚇我你話掉咧？呀，我 order 了。你冇帶 triangle 嘅時候？冇，唔是。我錄到俾 order 啲 Mac 嘅 settings 唔是啲 Skype。哦，奇怪，maybe 係冇新嘅 version of Skype 嚇。唔錯。OK，แล้วผู้กี่ป้า幾箱？1箱。1箱 OK，แล้ว先至係時間俾好。對。開車。我冇對，我講一年可能冇1箱。Average 半箱啊，嗱，你俾一瓶呢，多瓶啊，只瓶。我一年俾一瓶。一年俾一瓶啊。你諗冇半嘅啊，中間嘅 A 一箱。唔是，一路未派嘛。係啦，未派那是 averagely 啦，那是講。開車係咪荷包未 balance 嘛？哦，對。
冇睇俾 New Balance。8折啊，以後包冇俾物件8折。伊覺得老學伊冇俾。伊冇20箱嘅啊。你話每看，你包係俾 average 你幾箱？你唔敢講，冇你錢，冇啊！冇啊！你自己嚟講掉。伊講等陣拜伊冇聽，就伊冇講，我一年買20箱啫咩？講一句了。你投資啊？這個不都買啊？我一年啊，對少攞3箱啩。你這攞3箱 OK 嗎？一年啊，看啦吧，有時間有少數可能較濟啦。幾箱啦？我就 range。哎呀，水3箱啊，水3箱。3箱。幾年湯字啊？個都八。少時就。少時時間嚟拍水啊。呢是 problem 啦，到時我掉褲啊。你看有，但是我嘅拖鞋歹掉，今日去 Cotton On 攞上 slipper 就看呀，你攞上啦。好啦，到時你看水咯。到時你看水咯，個都八。你 Cotton On 你冇水，就係你係啲車 stand by。哎呀，咪 Cotton Zone 上面咪過來。只殯儀嘅 brand， 只 Cotton On 只殯儀嘅 brand 嚟。Cotton On。啊。個都八到這箱 average 一年。阿咪箱。哦 A 哦。啊，唔是 motorbike 啊？Bukan lah. Uca. Jadi no something. Uca no yang baru practice minimalism mah. So no ni lebih siang no siang ya lo. No ni siang no siang, okay. Ah, no ni lebih. 你架開車差唔多嚇，架開車差唔多。啊，我哋都。我做工嘅是真少派 ，because 你知我每一個 brand 做工冇情嘅，冇，即係你真正會打閒嘅。我是依家貴吧，依有嘢會打閒咯。所以你 probably 我咪情人多噃。4年咯，呢當乜4年？哇，4年啊！好飽。我啲人咧，你要啥？你 sneakers 啊，咪 probably 冇3-4箱會有啩？有，冇謝啦。一年買3-4箱嘅 sneakers 個冇謝啊？可能。 Not really. Not really. Actually OK 咧，因為 sneakers 我哋特程有件嚟用程條件嚟嘅去 run 嘅話。應該是會 wear off 嘅啊！哇！你我俾一年一買，我特啲做工錢穿啊！我一年買 maybe 一年一箱做工錢嘅，我是你哥啥？那會拖呢？你看你買下嘢，你去買你實價好嘅，而且會加當實股嘅。誒，我有一碟啊，但係就係查某婆嚇，你會穿嘅，你穿會拖嚇，穿拖你硬掉就你講嘅啊！你在那邊落地時，上邊你咪個家啲嘢上邊落地啊！你係插到一地啦，到啲一地會一直掠會啊！你個塞落去，明咩？未咧，我不跟 stop， 我前一4年以後嘅 snap 咧冇吹冇咩。4年 OK 啦。誒特別好。我前幾年嘅借佢1年or 2年。哇！你叫唔使做嘢。唔係，但是啊。成個查某成日坎坷嘅，都情願去做工時無上嘅，都情課時無上嘅，無上課得時無上嘅。特別是打慳格啦，特別是打慳格。誒，到時當情一無面情係掉，依個個硬牌。係啊，你特別特登情啊！我想情一無情嘅牌。我就想穿拖浪落去啊，浪咧，讓唔知你壓掉嘅咧啊！我就是 J Crew 會俾。我即係有人嚟，唔是啦，我講聽，我真係你啊！我到底 J Crew 俾唔知上 sale 上面，我叫我俾走，我隻股冇去 J Crew 啊！因為我同金哥情調股就，所以變出面情場都是情係一樣嘅啊！我講差唔多有8年還是10年啊！今日早起啊，我去看拖鞋呢，看你貴嘅拖鞋。嚇，都貴是貴。冇啦，你貴嘅 brand 嚟啊！哦，係咪貴？係咪 brand 是貴？有冇？唔是啦，小嘅。誒，不知咱講，不知我俾冚大啦，我不知 A 是咱個講，特別我每路第一貴一箱嘅 A 是你不買就最第貴嘅 A 是就最類。馬來西亞ringgit 所以。
Malaysia ringgit 啦。加人，等陣我係馬血話，未使講。對咯，未使講出來咧，即係。聽下人啊，上我啦。OK， 等陣老掉啊，講 episode 時間講。OK， 這禮拜咧，當叫做講個一平成溜掉人咧，若是你頂一禮拜未見看咧，還是冇點先看，你使等一平看頂一禮拜。所以你一平加一平就 subscribe， 若是你 subscribe 你訂咧，係到有新嘅 episode 時對家己notify 你啦，個若是講你訂入證。但係入證咧，呢個通知你我很重要是 OK YouTube 嘅人，拜拜。你嗰邊咧學嘅聽眾特別我別 sorry 講唔對，sequence 唔對啊。我係特別嘅邊隻禮拜就係 channel 是 Auditu 啦，ketupat 啦，Matuputu Mayam 啦，會車啦，個有 Puki Pongpa 啦。個有哆來咪咯，個有羅沙香啊，對，個大粒包，大沙包，然後個雜貨包啦，個有辣絲勒麥啦，個有英國中加大粒包啦，阿龍嚇，拜拜。哎呀，真係死聲，我係想，即係羅沙香是掉了哦。啊？